Hello，大家好，我係 Slanky。喺接住上一條片啦，咁大家咧喺示範嘅片段裏邊咧都睇到啦，有一啲嘅學員咧會有一個主數嘅內容，以及咧我幫助學員咧喺從佢哋嘅身體以及人事物嘅狀態裏邊咧，去到做一個主數嘅分解，去將呢一啲嘅原子分子嘅生命同埋情感能量去到分解拆細一啲，去到讓學員更加了解佢哋呢一個嘅身體以及人事物嘅背後當中呢一個嘅能量嘅震動。去到呢一條嘅片段呢，我哋呢一個嘅示範嘅片段裏邊呢，我就會將剛才呢一啲所分解出嚟嘅呢一啲原子分子嘅能量震動，包括情感以及生命嘅能量震動呢，去到將佢拉取一條佢哋共同嘅一個課題嘅負荷、失調同埋創傷，亦都會從呢一啲嘅負荷、失調、創傷共同嘅呢一條失調嘅課題裏邊呢，去到 channel 一啲佢哋背後嘅引起呢一個嘅負荷、引發呢一個嘅負荷嘅一啲共同嘅來源，讓學員呢從面對自己嘅呢一啲負荷嘅來源啦、了解當中嘅來源啦、覺悟覺察當中嘅來源呢，去到讓呢一條嘅失調、負荷、糾結嘅課題呢得到平衡、轉化、釋放同埋療愈。好啦，讓我哋咧嚟到去到第二條嘅片段。若然咧未睇上一條嘅，可以翻去睇上一條團療嘅第一條嘅片段，去了解一下一個主數同埋主數分解嘅內容，讓觀眾咧可以了解我當中現在喺身心靈療愈嘅呢一個團療嘅裏邊，究竟喺度做緊一啲乜嘢嘅步驟。好啦，事不宜遲，我哋去片。你哋共同嘅有一個好強嘅信念喺裏邊，就係我必須要完成一啲嘢，我必須要做好一啲嘅嘢，我必須要好努力做，我必須要好用力做，我必須要不停有嘢做，先至得到被認同，我先至能夠得到被關注，我先至能夠得到價值、力量、立足同埋被接受嘅一個情感喺當中。呢一個係你剛才你哋嘅身體啦，或者一啲嘅人事物嘅狀態背後 channel 大家共同嘅一個強度夠強啦，濃度夠濃啦，密度夠密啦嘅一條信念嘅狀態喺你裏邊。我而家同大家做緊團療咯。團療就係做緊呢一樣嘢咯，而且呢一條嘅信念狀態都未去到你哋核心嘅信念。我頭先賽斯講核心，我先唔講核心嘅信念，我先講你哋自我一直認為剛才我拉出嚟嘅呢條信念係真嘅喎。我唔做嘢邊個會見到我啊？我唔做嘢邊個會認同我、接受我啊？我唔做嘢我邊有價值啊？我唔完成一啲嘅嘢我邊有價值啊？係咪啊？所以你哋嘅行為會點樣啊？你哋嘅自我攞咗呢一條嘅信念，你覺得係真㗎啦，跟住咧你就會喺你自己嘅行為啦，喺你哋嘅選擇啦，甚至你投放嘅情感咧，你都會投放翻相對應嘅一啲資料落去喎。頭先賽斯講，我一有要公司俾我嘅 task， 我就要好努力去做，甚至嗰種做咧係要俾別人見到自己嘅嗰種做，我見到。如果你暗啞底自己做完，好努力做完咧，你唔收貨㗎，你未收貨㗎，你要做到人哋見到你做㗎。你哋有呢一個嘅狀態㗎，甚至可能做到尾聲咧，你都要話俾人聽，喂，其實我做咗呢啲咁樣喎，都要喺人哋前面行兩轉喎。你要俾你人哋見到你行兩轉喎。嘅呢一啲狀態，你會喺無意識裏邊咧，自然做咗出嚟㗎。你諗下係咪？好自然㗎。呢個自然係因為你喺無意識嘅狀態裏邊做㗎。你好自然地就咁樣去證明，話俾人聽。因為你嘅自我會 dominate 咗當刻嘅嗰個情緒感受，甚至你會選擇嘅嗰個行為咧，你覺得好理所當然㗎。
因此你哋我經常話啦，我哋嘅外在實相係內在嘅嗰個投射啊嘛，顯化出嚟噶嘛，係咪啊？呢個唔使我多講啦。因此我剛才講嘅，你哋呢條信念咁強嘅時候，你哋顯化到嘅、伸展到出嚟嘅、吸引到翻嚟嘅係一啲乜嘢嘅實相咧？我先講工作啊，好嘛？你哋4個都唔會輕鬆嘅。好攰啊！聽到冇之前咁拉扯緊張，我覺得正就係好拉扯，好緊張。我放工同埋放假，我真係瞓咗好耐，好攰。開始明白點解會咁樣啦，係咪啊？開始明白點解你嘅工作會喺呢一個狀態。雖然有人係會有程度上嘅分別，冇咁忙，冇咁緊張，但係依然喺裏邊。甚至有啲會俾自己放鬆，其實都係喺框架裏邊俾自己放鬆，其實都係做緊。聽唔聽得明呢一個？開始明白，我拉咗呢一條嘅信念，拉咗呢一條濃度咁高嘅信念出嚟，因此你會一直吸引住你嘅工作係咁樣。而呢一條嘅信念咧，令到你哋嘅工作會喺一個嘅忙碌裏邊啦。未忙完呢一個 project，又有另一個 project， 跟住又改制度，跟住又改咗唔知有啲新嘅嘢加入落去公司，就係沒完沒了都一直咁樣去到理所當然你剛才嘅呢一條信念，聽唔聽得明啊？全部嘢都係我哋顯化出嚟嘅喎。因此你遇着無論人啦，無論公司嘅事啦、物啦，甚至自己對自己嘅嗰個情感睇法啦，都係喺剛才我拉出嚟嘅嗰一條好強嘅信念裏邊一直顯化唔同嘅層面出嚟。因此你哋會有一個好強嘅，尤其比較多係一啲咧肌肉啦、筋腱啦、脊椎啦、尾椎啦、消化系統、胃部啦、情感嘅一個神經系統啦嘅呢一啲身體反應裏邊咧，去顯露你剛才嘅嗰條信念。所以你哋唔係呢度痛就嗰度痛，唔係呢度筋腱發炎就嗰度筋腱會腫。背脊啦，你哋嘅重災區係你哋嘅背脊。背脊講緊乜嘢啊？頸椎、胸椎、尾椎都係你整個嘅背脊。唔係尾龍骨、腰骨痛，就係個胸椎唔舒服。唔係胸椎唔舒服，就頸椎唔舒服。跟住你哋嘅神經系統嘅情感咧，都係一個比較強度高嘅一個反應嘅裏邊咯。因此你哋會產生一個咧好強嘅一個生命能量嘅狀態。乜嘢係生命能量啊？一個維持你生命嘅一個能量狀態。乜嘢係維持自己嘅生命能量狀態？你覺得一定要有呢一個，一定會做到配合到呢一個嘅，先至能夠有自己嘅人生嘅一個生命嘅能量狀態。意思就係話，剛才我拉出嚟嘅呢一條好強嘅，必須要做一啲嘢好用力證明、透支損耗。做好做有做夠，而讓到別人去到認同、接受、肯定自己，甚至見到自己嘅呢一條嘅能量嘅呢一條嘅課題嘅一個信念咧，會形成一個乜嘢嘅生命能量咧？就係我必須要用力處理啦、做啦、完成啦，我先至能夠有自己我嘅呢一個價值力量。立足仲存在嘅呢一個生命能量，當你有呢一個生命能量，你就會不停去做㗎啦，因為你覺得要做先至能夠配合到呢一條嘅生命能量。因此你哋嘅做係好強勁嘅。嗰種做咧，頭先我講好多係工作啦，因為大家都工作嘅環境裏邊有呢一個嘅課題。但喺你哋自己嘅
私底下唔係工作嘅時候咧，你為住自己都做好多好多好多嘅嘢，都好做得嘅。做啲乜嘢啊？做一啲令到自己老公啦、伴侶啦認同自己嘅一啲嘢，做一啲嘅嘢，我要得到老公嘅認同，我要得到佢嘅接受，我要得到佢嘅關注，我就會做一啲嘢去令到佢關注我，去令到佢認同我，去令到佢愛錫我、滋養我、關注我嘅一個狀態當中。第二樣嘢，我要呢個係關於自己啦。我要點樣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去到接受自己、認同自己、關注自己、肯定自己、滋養自己呢？就係有一啲人會對自己嘅外貌啦，甚至有一啲人呢會覺得必須要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我先至能夠接受到自己嘅我係有價值嘅。做少咗就唔得㗎啦，唔做都唔得㗎。做少一啲對自己身體上邊或者容貌啊、外貌上邊嘅一啲嘢，你會憂慮，你會恐懼，因此你會喺呢一個好強嘅力度裏邊咧，你覺得自己做少咗少少都唔得嘅，你會好介意地做少咗之後咧，你會否定自己。哎呀，我又做得唔夠多，哎呀，我又好似冇咁好啦！哎呀，我又好似冇咁好嘅一個狀態。呢個好有趣。呢個唔係一個好外在嘅，係一個點講咧？好難去形容。當頭先講嘅嗰個咧，比較外在一啲嘅，即係真係為自己嘅一啲外在外表，你都有，但係咧，你比較多深層嘅係一個點樣去形容咧？好難去形容，即係一個咧模範生嘅一個狀態。聽唔聽得明呢一個啊？模範生都係一個外表嚟嘅喎，但係只係一個無形嘅外表啊！聽唔聽得明呢一個？係一啲形象嚟嘅形象，你都係嗰個形象，不過你係一個外在嘅，即係你摸到嘅一啲形象，佢係一個摸唔到嘅形象。就係我行出嚟，我就要有呢一個形象，我就要有呢一個嘅模範，我就要有一個嘅朗話俾人聽，我係咁樣。但係你嗰個模範做少咗啲咧，你會憂慮，你會覺得，哎呀死啦，我係咪做得唔夠好咧？哎呀，佢係咪見到我一啲唔夠好嘅狀況咧？或者我係咪做唔夠我呢一個嘅模範嘅一個 standard 咧？你會憂慮、恐懼喺呢一個嘅不安嘅裏邊。好有趣啊，唔同噶，但係都係喺我第二點嘅裏邊，就係我為自己嘅一個外在一個自己咧，會去雕琢啊，去做一啲嘅嘢，好用力嘅。其實都係你諗下，呢個都係一個力度嚟。你有恐懼、有不安，就已經係一個力度嘅狀態。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比較無形嘅一個狀態，唔係淨係外在外表咁簡單。你點樣可以做即係你會覺得要做一啲嘢先至可以得到自己嘅一個接受認同咧？就係好有趣，呢個又係就係你而家每一日做緊嘅嘢，你都否定緊佢。你既唔想做現在嘅嘢，但係又唔知自己可以做啲咩，因此你每一次做你呢一個嘅自己嘅呢一個外在嘅自己咧，你都一直喺度強烈咁否定，一直嗰個用力喺呢一度，因為你會覺得現在做嘅嘢咧，你感受唔到自己，因此你會好用力咁樣去揾自己，所以你每一日都好用力咁揾緊自己，想自己接受自己，想自己認同自己。但係你其實一直都喺個力度，因為你聽到個拉扯係好大嘅。你既做緊現在嘅嘢，但係又唔想做現在嘅嘢，但係又唔知可以做啲咩，跟住又唔知點樣嘅一個狀態，得唔得？呢個又有少少唔同啦。你現在做緊嘅一啲嘢唔係工作，係你自己想發展嘅一啲嘢咧。你覺得你必須要發展嗰啲嘢，你先至能夠有自己。OK。我係要發展呢啲嘢，我先有自己㗎啦。我發展其他嘢冇自己㗎。你個力度喺呢度咯。
明明咧，你想發展嗰啲嘢係一啲興趣又好啦，甚至係真係一啲即係你想發展嘅嘢都好啦，應該係喜悅噶嘛，應該係開心噶嘛，係嘛？但係佢係有力度㗎，嗰個力度就係唔係我一定要咁樣，我一定要發展到咁嘅程度，我一定要發展呢啲嘅嘢，我一定要咁樣，我一定要咁樣，我先至可以有自己嘅我啊！因此你嘅力度喺呢度嚟嘅。你覺得你必須有呢樣同有呢樣，就係有你自己啦。同佢哋都係有個相同嘅能量狀態嘅，都係要有呢度嗰度，先至能夠有自己。但係你就係一個喺興趣或者喺想發展嘅嘢上邊去顯露我剛才嘅呢一點。因此咧，你哋仲有一個生命嘅能量係共同嘅呢一個。好，有一種咧。嗱，當然有多與少嘅，呢一度有，即個強度有強與弱，但係都有呢一個嘅狀態，就係好想證明俾自己嘅原生家庭族群睇自己係好嘅、OK 嘅、有價值嘅、有力量嘅一種狀態喺當中。你現在做緊嘢咧，當然啦，大部分都係想為自己。剛才講嘅嘢係想為自己。有一啲嘅學生係深層一啲，有一啲比較冇咁深層，係想族群見到自己，認同自己嘅嗰個價值。喂，我做到呢一樣嘢，我係咁樣，我 OK，我做到呢一樣嘢，我做到我自己，甚至你要認同我，你要見到我，你要見到我嘅價值，你要見到我嘅嗰個立足嘅嗰個位置。你哋四個都有呢一個共同嘅一個狀態喺裏邊，因此咧，呢一啲嘅生命能量會令到你點樣啊？又翻轉頭啦。就喺每一樣嘢能夠證明嘅事情啦、人啦、人事物上邊咧，都好用力。而且你哋四個咧，一提起一啲關於原生家庭族群嘅事情咧，就會比較負荷一啲。一提起嗰樣嘢就負荷㗎啦，就嚟㗎啦。呢個笑住啊，戴住口罩見到喺度笑。你哋四個都會有一個，因為頭先我剛才講嘅就係呢一樣嘢，就係你哋四個都有一個好強烈證明自己喺族群啊、原生家庭嘅一個好想得到被關注、認同嘅一個能量嘅狀態嘅生命能量裏邊。因此一講呢一樣嘢，一講涉及原生家庭，一講涉及更大族群嘅時候，你哋就會起反應啦。頭先蔡司係咪講呢一樣嘢啊？你哋會好對嗰啲嘢咧特別感興趣啦，特別起反應啦。係因為咁樣，你諗下，我剛才只係拉咗其中一條出嚟去到清理，呢一條比較清理咗㗎啦，比較鬆咗落嚟，